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2月28号。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波斯，聊聊中東的局勢。2月26號，美伊雙方代表團在日內瓦的第3輪談判中交換的並非妥協的橄欖枝，而是相互瞄準的準心。根據各大媒體報道說，談判開場僅15分鐘便被迫暫停。那這個火藥味非常濃，雙方差點打起來了，抄桌子、抄家伙。雖然後來在阿曼外長的斡旋下，你說這個阿曼外長也不容易，勉強重談第2輪。這本來雙方一見面一打照面，立馬就崩了，準備各自回家了。這個阿曼的外長蠻拉死拉的，勉強把雙方又拉到各自房間坐下，重啟第2輪。但雙方各自返回賓館向首都請示的畫面已足夠說明一切。《華爾街日報》透露，美國異常苛刻的條件，全面無條件、徹底永久契合，視契合程度、配合程度來放鬆管制和制裁，這是美國的條件。但伊朗的高級官员透過半島電視台明確宣布，完全拒絕徹底停止鈾濃縮、拆除核設施和轉移鈾庫存的原則時，外交窗口實際上已經關閉，剩下的只有戰爭的倒計時。所以我說，第3輪會談不僅沒談出個結果，反而火藥味更濃。這一期我就根據最近24小時內發生的這個事情以及各大媒體的報道，來跟大家捋一捋中東局勢、美伊戰爭的可能性。在中東這片古老而動盪的土地上，美伊關係再次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過去24小時內，從日內瓦談判的僵局，到美國在中東的軍事集結，再到伊朗國內的抗議浪潮，一切都指向一個不可避免的結論，就是伊朗的教士集團毛拉統治這個以神權為名的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正義聯盟立即馬上面臨着失去一員重要的成員。三哥，2月27號晚上，美國政府要求駐以色列大使館工作人員可以自行離開以色列，而且想離開的人必須盡快離開。這都是大戰在即的這種徵兆，因為美國一旦動手，那伊朗很可能要報復以色列，就有可能會傷及到美國在以色列的這些使館的人員和公民。所以美國國務院要求他們可以自行放假了，而且要盡快離開以色列。在更早之前，歐洲國家就已經開始從伊朗撤僑，甚至到了本周，英國也在周五表示，鑑於持續的安全局勢，已採取預防措施，暫時撤回駐伊朗的英國工作人員，並向前往以色列的本國公民發出了旅行警告。這都說明伊朗大戰在即，而神權政府隨時可能被顛覆。中東局勢急捲直下，從伊朗到海灣地區再到以色列，隨時可能被戰火覆蓋。根本原因在於美國跟伊朗在本周四的最新一輪，也就是第3輪談判沒有任何進展。美國在此次會談上再次向伊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伊朗拆除主要的核設施，將高濃縮鈾全部運往國外，同意永久性伊朗核協議，也就是這個協議期限給他1萬年。但伊朗方面的立場則是全部拒絕，雖然給出了折中方案，可基本上在美國看來跟維持現狀沒有任何區別，也就是談了也是白談。雖然美國跟伊朗已經確定了下一輪會談的時間，可從現在各國情況來看，美國對伊朗的襲擊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因為特朗普沒有拿到他想要的東西。特朗普周五告訴記者，伊朗不願意給美國想要的東西，所以他對此很不滿意，很不高興，黎叔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而伊朗此前抗压抗議者的行動，讓特朗普不願意就此善罷甘休。畢竟全世界都知道了，特朗普煽動了伊朗的抗議者，特朗普肯定需要伊朗做一個交代，讓他給全世界能有一個交代。
尤其是那些在伊朗抗議中死亡的抗議者。而這個交代可以是伊朗完全契合中東局勢徹底降溫，也可以是美軍發動襲擊，伊朗成為委內瑞拉第二，但肯定不會是伊朗現在談判桌上所期望的有限讓步、維持現狀、扯皮、拖延。因為這個讓特朗普沒面子，臉也沒地方放。雖然特朗普他面子不大，但是他自己認為他面子很大，一個電話就可以搞定7場戰爭。當然了，這個伊朗神棍政權現在手裡也沒有牌，伊朗經濟崩潰，革命衛隊精銳也只有12萬的陸軍，巴斯基民兵雖然號稱100萬，但其中財政供養只有45萬人，裡面的真正內衛武力也只有30萬人，後備動員力量雖然有100萬人，但這部分人員沒有日常工資，所以他的忠誠度堪憂，都是來吃盒飯的。而伊朗國防軍雖然開支不減，但一直以來都不受到伊朗神權政府的信任。總的來說，伊朗神權政府可用的兵力並不多，而且裝備落後，基本上無法抵擋類似美軍強如馬杜羅那樣的特種斬首行動。對類似的行動，伊朗是毫無抵抗能力。事實上，美軍如果發動對伊朗的打擊規模應該是比較大的，因為如今林肯號跟福特號2大航母打擊编隊已經到位，福特號已經在以色列了。至於他會不會到波斯灣和林肯號會合，還是說在以色列協防以色列，這個不太清楚。即便是從以色列到波斯灣，如果開足馬力通過紅海，也就4-5天的事。19艘獨立海軍艦艇，另外還有150架戰機，尤其是 EA-18G 咆哮者電子作戰飛機，具備癱瘓伊朗國防體系的戰力。所以一旦開戰，伊朗必敗無疑。但是這個伊朗的強硬也超出了特朗普的預料，這一戰美國不得不打。更重要的是，如果不在未來1到2周內發動攻擊，這支自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規模的集結將因疲勞和後勤極限而自行瓦解。這個就是咱們中國老古話說，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就這意思。勞師遠征，你看那福特號那廁所都堵了，林肯號也是，結果在那兒你晃悠半天也不打，士气肯定低落。2月26號，美伊雙方代表团在第3輪談判中，這個雖然事後雙方對外放話都是有積極進展等等，實際上掩蓋不了談崩的事實。《華爾街日報》披露的美國條件堪稱城下之盟的教科書，伊朗必須拆除福爾多、納坦茲和伊斯法罕3大核設施，全面禁止鈾濃縮與核活動，僅保留德黑蘭研究反應堆的醫療用途，把手頭所有鈾濃縮移交美國，協議永久有效。作為交換，美國只承諾最低限度的制裁放鬆，更多豁免需要視伊朗配合程度而定。這實質上要求德黑蘭進行核裁軍軍事的無條件投降，將1979年以來伊朗建立的核工業體系徹底連根拔起。這就是咱們說的把攬子都割掉了。你光口頭承諾簽協議賭咒發誓沒有用，必須割掉，就這麼簡單，生動而形象。這實質上是要求德黑蘭自廢武功。所以面對這樣的條件，伊朗怎麼可能答應呢？怎麼向國內的談判們交代？所以这個伊朗的外長阿拉格齊在談判桌上堅持，任何協議必須首先承認伊朗人民可持續發展核能的權利，這是不可分割且不容商議的紅線。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人有保留攬子的權利。他說的也沒錯。更令華盛頓震怒的是，伊朗將核問題與導彈計劃、地區代理人問題徹底切割，拒絕任何擴大議題範圍的嘗試。也就是導彈、地區代理人他不聊不談。第3輪會談，什麼阿曼的斡旋都特指核這一塊。所以說，這種立場差異不是談判桌上的討價還價空間，而是零和博弈的生死線。
當美國特使維特科夫表達對伊朗提議非常失望時，他真正失望的是德黑蘭和馬杜羅一樣的不识時務。特朗普的交易藝術再次碰壁。特朗普習慣於在先給對手一個羞辱性條件，然後再等對手跪着討價還價，但伊朗卻選擇了站着對抗。對特朗普而言，退路已被自己的布局堵死。他在國情咨文中宣稱，伊朗正在研發很快能打到美國本土的導彈，把雙航母戰鬥群120餘架 F-35、F-22 戰機雲集中東，軍事部署已與個人政治信譽捆綁。如果此刻接受一份沒有勝利的協議，不僅是對內塔尼亞胡的背叛，更是對其強人人設的自殺式打擊。咱們用俗話說叫開弓沒有回頭箭。但是對特朗普來說，軍事選項同樣充滿了風險。按照特朗普的這個邏輯既然外交已經仁至義盡，那麼當談判破裂的消息傳遍世界，按下打擊按鈕就變成了順理成章的下一步。那麼在過去24小時內，中東局勢的發展主要圍繞美伊核談判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軍事緊張展開。美國和伊朗在日内瓦進行的第3輪間接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儘管各方都對外表態重大進展。根據《紐約時報》報道，伊朗官員和阿曼的調解人稱，雙方同意下周在維也納繼續談判，但美國方面對談判狀態持負面看法。特朗普總統在周五表示，他對伊朗的談判立場不滿意，並警告稱有必要時必須使用武力，但尚未做出最終決定。CNN 報道稱，談判焦點在於美國要求伊朗完全撤出核設施，而伊朗拒絕這一過渡要求，堅持談判僅限於核問題和解除制裁。同時，突發黑天鵝事件引發中東的大撤離，導致恐慌，金價飆漲。當前全球地緣政治格局進入高度敏感階段，美國強力施壓伊朗，俄烏邊打邊談，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邊境衝突驟然升級，疊加中東安全局勢急速收緊，多重風險共振，推升全球避險情緒，成為牽動市場走向的關鍵因素。沙特方面，當地時间27日消息，安全部門人士披露，大量美國公民在过去24小时內經巴格達國際機場集中離開伊拉克。這一動態成為引爆地區地緣政治擔憂的導火索，也就是你看，在中東的美國人紛紛在撤離了，也就是大戰一觸即發。之前美國稱，如果對伊朗動武，希望以色列先動手，美國以援助的形式予以介入。同時，伊朗也強硬地表示做好戰時準備。劍拔弩張之際，居民官員得到的消息紛紛選擇從伊拉克撤離，中東地緣局勢同步進入膠著狀態。作為中東地緣博弈的關鍵樞紐，伊拉克及周邊區域本就美伊核談判僵局，地區勢力對峙處於敏感狀態。此次大規模公民撤離行為進一步放大了市場對潛在安全風險升級的猜測。根據以色列媒體報道，有人擔心美國可能對伊朗發動襲擊，從而導致德黑蘭方面進行報復。以色列26日繼續維持最高警戒狀態。以色列電視台13台25日報道，美國海軍林肯號航母打擊群已抵達中東地區，並正在美國中央司令部轄區內開展行動。2025年6月，以色列突襲伊朗，以伊12天衝突期間，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作為回擊，伊朗用導彈打擊了烏代德空軍基地。該基地是美國在中東地區最大的軍事基地，中東氣氛愈發緊張，伊朗處於最高戰備狀態。多個國家開始疏散外交人員，顯示局勢的緊迫性。紐約時報稱，美國駐耶路撒冷大使館允許非必要人員離開以色列，並敦促他們今天就走，馬上就走，
提桶跑路啊。最重要的是，中国外交部敦促中国公民尽快離開伊朗，這個信號的意味是不是就更加濃烈了？路透社稱，澳大利亞、印度、瑞典等國下令家屬和非必要人員撤離中東部分地區，不光是從伊朗、以色列，從中東其他國家都要撤離，那地方已經成了火藥桶，沒有安全的地方。這些行動反映出國際社會對潛在衝突的擔憂，石油價格因此上漲 2%。巴克萊銀行預測，如果供應中斷，布倫特原油可能達到80美元每桶。以色列方面，以色列時報報道，該國面臨導彈防禦庫存短缺的風險。上次2025年6月的12天戰爭已耗盡大量攔截彈，如果再次開戰，以色列可能需優先摧毀伊朗導彈的發射架。而半島電視台稱，國際原子能機構敦促伊朗允許檢查伊斯法罕地下設施。該機構報告稱，伊朗在那裡儲存高濃縮鈾。這些動態表明，外交窗口雖未關閉，但軍事陰影已籠罩中東。過去24小時，美伊雙方的言辭交鋒升級為心理戰，也就是口水戰、心理戰，也沒閒着。雙方一個在極限施壓，一個在試探底線。特朗普在德克薩斯州的一次能源簡報中表示，我不滿意伊朗的談判方式，他們不能擁有核武器，我們對他們的談判方式不滿意，所以我們拭目以待。美國的國務卿盧比奧警告伊朗的導彈威脅，說很快能威脅到歐洲和美國基地。這個盧比奧計劃下周訪問以色列，討論伊朗問題。德黑蘭時報報道，一位伊朗高級將領警告，如果美國發動戰爭，美軍部隊和裝備將被消滅。伊朗高級神職人員稱，停止濃縮鈾是不可能的，並稱美國的威脅是吹噓。總之說最狠的話，挨最毒的打。這些口水戰實際上就是心理戰的典型。美國通過軍事集結施壓，伊朗通過強硬的表態顯示決心。實際上這也暴露出伊朗政權的弱點。什麼弱點呢？毛拉們依賴意識形態宣傳維持權力，但面對美國的情報和經濟壓力，他們的神權術式已無法掩蓋現實。從邏輯上說當一個政權將宗教作為統治工具，卻無法提供基本民生，民眾遲早會覺醒。正如1979年伊朗革命推翻巴列維王朝，如今的抗議依然會推翻毛拉。外部心理戰加速這一過程，因為它會放大內部不滿，導致政權從內部瓦解。伊朗的這種宣傳模式本質上是自我麻醉，他試圖用宗教口號團結民眾，卻忽略了全球化時代下年輕人對自由和繁榮的追求。伊朗的教士集团正面臨同樣的命運。什麼命運？就是類似東歐那些政權呢，在面對西方信息滲透時，最終因意識形態破產。就是東歐、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你看他們現在日子過得挺好的吧？幾十年前，對吧？他們是另外一種意識形態，最終因意識形態破產而倒台。所以这個伊朗的教士集團正面臨同樣的命運。口水戰不過是最後的掙扎，它無法改變經濟制裁帶來的民生苦難，也無法阻擋民眾對變革的呼聲。所以口水戰沒有用，對美國不起作用，只能忽悠伊朗國內的盤盤們。而伊朗的盤盤們遲早因為褲腰帶勒斷了而覺醒。關於軍事部署、軍事調動這一塊，在過去24小時裡面，美國在中東的軍事部署達到了自2023年以來伊拉克戰爭以來最大的規模。紐約時報報道，美國已部署福特號航母打擊群到以色列北部，而這個海軍上將布拉德·庫珀向特朗普簡報了伊朗的軍事險象，包括航母、飛機和防空部署。今日俄羅斯報道，美國部署了 F-22隱形戰鬥機到達以色列空軍基地，
並增加了空中加油机和重型運輸機。以色列時報稱，美國正面臨伊朗戰役的複雜挑戰，包括摧毀導彈發射器，以彌補導彈防禦庫存的短缺。這什麼意思啊？美國一旦下手，首先第一輪是電子壓制，打擊它的防空系統和雷達，這樣取得伊朗的制空權。在極短的时间內，馬上第二輪攻擊就是針對伊朗的導彈發射架，讓伊朗號稱的2000枚那個彈道導彈，全部趴窩，自己自爆。伊朗方面呢，伊朗德黑蘭時報報道，伊朗武裝部隊準備消滅美軍，並警告任何挑釁將引發決定性回應。新華社稱，伊朗高級将領表示，美軍在中東的基地和資產都在伊朗射程之內。半島電視台報道，伊朗威脅關閉霍爾木茲海峽，並在上周軍演中部分關閉。這些部署顯示美國佔有壓倒性優勢，而伊朗依賴代理力量和導彈。這種軍事不對稱是伊朗政權垮台的關鍵邏輯。神棍政權投資軍備而非民生，導致經濟疲軟，無法長期對抗超級大國。歷史上類似古巴導彈危機或伊拉克戰爭，獨裁者的高估自身實力往往導致滅亡，而伊朗的毛拉們正重複這一錯誤。軍事冒險將引發內部叛亂，最終推翻神權統治。所以你要從這個角度看，特朗普的這種部署不僅僅是威懾，更是戰略布局，旨在通過壓倒性力量迫使伊朗讓步。但如果談判失敗，打擊將不可避免。伊朗的導彈威脅雖強，但面對美國的電子戰和精確打擊，其防禦體系將迅速崩潰，這將進一步暴露神權政權的軍事虛弱，加速其合法性的喪失。過去24小時內，伊朗國內的抗議是再次爆發，所以我說，去年年底到2020年年初的伊朗的群众抗議虽然被伊斯蘭革命衛隊、被巴斯基民兵組織給壓下去了，但是矛盾沒有解除，根源問題沒有得到解決，所以遲早它還會復發，因為老百姓活不下去，就這麼簡單。你看，事隔1個月，現在運動又起來了。紐約時報報道，伊朗學生在全國大學舉行示威，要求推翻政府，這是上個月殘酷鎮壓後首次大規模抗議。BBC 報道稱，伊朗人正經歷焦慮的日子，許多城市居民失眠，擔心美國打擊。特朗普提及伊朗鎮壓抗議者，殺死數千人，作為潛在軍事行動的理由。這是 CNN 報道的，也就是特朗普如果打擊伊朗，那這是他理由之一叫師出有名。雖然特朗普對這個理由不重要，是吧？無所謂，但是還是有一個比較好，他打着為這些伊朗人報仇。德黑蘭時報稱，前聯合國武器檢查員斯科特·里特表示，伊朗的導彈是其生存的關鍵，但內部不滿可能放大外部壓力。經濟方面，路透社報道，由於緊張局勢，石油出口增加，但制裁導致伊朗經濟崩潰，通脹高企。這些狀況顯示，伊朗政權正面臨民怨沸騰。這就是我說的，我始終認為，只要特朗普保持高壓，哪怕他不打，但是他制裁不鬆懈，在波斯灣圍堵伊朗的石油走私，制裁，那2020年伊朗這個神棍政權他也扛不過去，因為伊朗已經經濟崩潰了。教士集團通過腐敗和鎮壓維持權力，當伊朗抗議浪潮證明，神權無法滿足現代社會的需求。正如東歐政權的倒台，當經濟失敗和人權侵犯累積時，政權必然垮台。伊朗的毛拉統治已到了臨界點，外部壓力將點燃內部革命。這些抗議不是孤立的，他們源於長期的經濟制裁和資源的錯配。神權政權就是教士集团，它將伊朗有限的資金用於核項目和代理人戰爭，而忽略了民眾的就業和福利需求，忽略了伊朗國內的民生。
這種失衡將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導致從學生到中產階級的全面覺醒，最終推翻這個脫離時代的統治體系。當然了，美國國內對伊朗政策的分歧也是明顯的。《紐約時報》報道，特朗普的伊朗導彈威脅虛假或未經證實，情報來源稱伊朗距開發洲際導彈還有數年。CNN 稱，副總統萬斯保證美國不會捲入長期中東戰爭，沒有機會。然而，民主黨推動戰爭授權決議，以限制特朗普的行動，這個都是在預料之中。《華爾街日報》報道，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警告，打擊伊朗可能引發長期衝突。這些分歧反映的是美國內部對戰爭的猶豫，但特朗普的強硬立場明顯是占上風，也就是特朗普是不按常規行事的。你現有的這些約束對他來說不一定管用。抓捕馬多羅，他是經過誰授權了呢？不照樣抓了嗎？如果伊朗的毛拉政权、教士集团把希望寄托在美国的反对派、美国的民主党或者特朗普身邊那些反战派，寄托在他們身上，那恐怕要失望。說實話，美國两黨分歧，包括特朗普小集团分歧雖然存在，但是歷史也證明，當國家安全成為共識時，更強硬的政策往往會獲勝。所以這進一步證明伊朗的這個教士集團垮台是不可避免的。面對一個團結的超級大國，神棍政權的外交孤立將轉化為內部崩潰。美國內部辯論雖然激烈，但核心是美國不會容忍核擴散，就是民主黨他也不能容忍伊朗搞個核武器出來。他們之間的爭論是路線之爭，所以這就將迫使伊朗讓步或面臨毀滅，要麼你就是把攬子割了，要麼就是完蛋。這裡面關鍵的一個國家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的立場一直強硬。以色列時報報道，該國面臨導彈防禦短缺，並準備摧毀伊朗導彈。也就是說，我們防空武器不夠，它這麼個邏輯。因為在去年12日戰爭中，我們以色列的防空武器消耗了一大半，現在不夠怎麼辦？如果美國要打伊朗，那我們就得先動手，把伊朗的那些導彈發射架先炸掉，免得你發射導彈打我，因為我們的防禦武器不夠。你說讓伊朗上哪兒說理去？这怪一怪伊朗，对不对？你动不动就说美国打我，我就打以色列，那以色列人就当真了。你要打我反正我导彈不夠，那我先炸你吧，把你的導彈發射架先摧毀。有媒體報道說，中國警告美國軍事存在威脅波斯灣生物多樣性，這個理由也非常清奇，非常清新脫俗。從環保角度說問題，也就是你美軍在波斯灣那兒跑來跑去的排污，對不對？完了之後炸來炸去的，影響生態環境，砸着花花草草也不好。你說這叫什麼事？而這個正義聯盟大哥俄羅斯是批評美國壓力，並稱談判需公平。我看有媒體報道，俄羅斯說派了一架伊爾80，那個就是空中指揮機到伊朗了。什麼意思？說你特朗普要把伊朗的指揮中樞給炸毀了，伊朗不就是陷入群龙無首嗎？那這個伊爾80，這個叫末日飛機，是專門用來指揮整個的指揮中樞被炸毀之後，它就是成了一個替代品。這有啥用？你把那玩意停在伊朗的飛機場，你是吧？因為以色列人不敢炸是嗎？實際上，這個恰恰說明正義聯盟的大哥二哥無心軍事支持伊朗，只能動動嘴給伊朗加油打氣。神棍政權因資源枯竭而垮台。這就是過去24小時關於中東局勢的一些變化。這裡面值得咱們關注的是，中國應發出這個叫警示，敦促中國公民盡快離開伊朗。這就不是開玩笑的了，說明這個戰爭隨時可能打響。我估計應該在下一個周六，70%的可能。但是我把話說回了，也就是说，特朗普不管打不打伊朗，只要他現在這個動作繼續保持一個高壓，保持經濟上制裁，軍事上高壓，政治上孤立，再施壓，實際上就是一出貓捉老鼠的遊戲。那麼伊朗的教士集團必然垮台，而且就在今年，他扛不下去。伊朗的教士集团說白了已經破產了。我們回顧1979年伊朗革命，當時的推翻巴列維王朝運動
本是尋求自由和公正，對吧？消除腐敗，縮短城鄉差距，也就是縮短貧富差距。但是遺憾的是，毛拉們卻建立了更嚴苛的神權體系。這種倒退在歷史上也不罕見，如法國大革命後拿破崙的崛起，或者是蘇聯從沙皇專制轉向斯大林專制，都顯示當革命脫離民意時，政權將陷入循環崩潰。伊朗的教士集團也是如此，他用宗教外衣掩蓋腐敗和特權，卻無力解決通脹、失業和貧困。這些問題在過去24小時的報道中反覆出現，如石油價格波動加劇伊朗的經濟困境，進一步證明外部制裁如利劍懸頂。神權政權的合法性源於神聖性，當民眾飢餓時，神聖性化為烏有。伊朗民众的抗議浪潮正是這種覺醒的開始，它將從校園蔓延到街頭，最終吞噬德黑蘭的權力中心。我一直说，特朗普不管打還是不打，雙航母戰鬥群擺到波斯灣，那你說伊朗的這些走私的油船還能出得去嗎？現在的毛拉政權實際上跟當年的伊拉克的薩達姆一模一樣。大家回憶一下啊，當時薩達姆也是士氣高漲，而且號稱陸軍是排第3。我有印象啊，但是世界軍力排名啊，伊拉克叫革命衛隊、共和國衛隊，那是排第3，結果一觸即潰。所以有很多人總認為什麼伊朗不能打，伊朗要打就怎麼樣，也多難，是沒有。正如特朗普自己說的一樣，就是獨裁統治的這種忠誠度啊，就值1美元。它是靠利益、靠壟斷、靠腐敗維繫的一個統治，一旦這種利益沒有了，立馬瓦解。誰會為你去賣命？所以薩達姆的政權在外部打擊和內部叛亂中灰飛煙滅。伊朗的教士集團正犯同樣的錯誤，他們的代理力量如胡塞或真主黨雖能騷擾，卻無礙於大勢，螳臂擋車啊，無法逆轉大局。經濟將是伊朗教士集團垮台的催化劑。制裁導致石油出口雖短期增加，但長期崩潰，通脹高企，民眾生活水深火熱。正如委內瑞拉的馬杜羅政權在油價波動中崩盤，伊朗的教士集團也將步其後塵。最後簡單點說，就是依賴單一出口的專制政權容易因外部壓力而內爆。實際上俄羅斯也一樣，只不過俄羅斯體量大一點，得徐徐圖之。所以2026年正義聯盟瓦解加速，正義聯盟的重要成員巴鐵和阿富汗還內訌，這不是更加速了嗎？我們密切關注。好，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或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